我自己覺得最大感受係，咁我喺呢一年自己嘅心理嘅變化都唔同咗，即係我自己覺得，以至到可能我本身嘅作品由我一開始去投稿去 interview 嘅時候，本身個作品嘅理念或者係想做嘅方式，都同依家現階段可能最後嘅作品唔同咗，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分別。因為如果大家有嚟到睇我哋 P-So 1同我哋最後呢個 final 嘅作品，就好明顯到，兩個作品嘅好似唔係好拉更咁，係因為我中途嘅一啲心理轉變，以至到可能喺唔同嘅階段，我嘅選擇或者可能我嘅諗法想做嘅唔同咗咁樣。再經歷翻呢2日嘅 performance 之後，覺得哇呢件事好神奇，因為神奇在於我哋除咗我哋本身編舞同埋 dancer 一齊經歷嘅一段時間之外，同埋其他編舞或者製作單位去經歷呢1年，呢件事好似終於完啦。劇場或者 theatre 本身呢件事應該係自由，咁我覺得街舞本身呢件事就好自由。我哋喺呢個旅程咧去咗倫敦啦，反而係更加確實呢件事就係、街舞符合劇場其實應該可以有好多嘅發揮空間，未必淨係 movement， 可能係啲 message 或者有好多唔同情嘅方式。咁雖然我今次嘅 choice 就只係 focus movement 上面啦，但係都提供咗好多 inspiration 俾我去諗，如果之後下一個 work 可以點樣做，或者係有冇多啲唔同嘅方式去 present 我想講嘅嘢呢？咁樣。見到佢哋可以用翻呢種方式去講佢哋自己種族或者嘅故事嘅時候，咁會諗翻，咁如果我哋設身喺呢個香港，我哋又會應該可以用啲咩方法去講翻我哋依家嘅事呢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反思，除咗係我哋本身想做嘅一啲東西，一啲想傳達啲 message 嘅時候，咁我哋會諗翻，我覺得可以諗翻我哋本身嘅 root， 或者可能我哋本身面對啲問題。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幾好嘅方式。唔同嘅係點樣喺我哋本身嘅文化底蘊上去講，我覺得呢個係值得我哋去反思咯。我覺得。